由文化部统筹规划为台湾文化伫台版关系世博系列活动，其中伫台版中央公会堂的模范台湾文学展，将以妖魔鬼怪、神甲人为主轴，带领观众进入台湾文学中特有的魔幻世界。为了呼应展览的主题甲民俗的色彩，台文馆嘛首次甲着拥有350档历史的台湾府城隍庙来合作。并且以庙中知名的府城3大名匾米莱啊作为开场的意象，象征台湾文学中神灵鬼怪降临伫个展场。我们台湾文学馆，我们这一次正好在这个活动的期间，是中元节啊，也是日本的盂兰盆节蹦这样的一个节日，所以我们就想到说，台湾文学里面，其实我们有很多神灵、妖魔鬼怪，还有以台湾民俗作为创作素材出发的这样的一个文学作品，其实很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，在这样的场域里面，我们做一个台日文化的交流。那我们这一次的展览，回到我们这个魔幻文学台湾，为什么会找府城隍合作呢？那我们就想到，因为在这里面，神灵、妖魔鬼怪里面，我们在台南。我们需要有这个神明的护体加持。那尤其呢，府城隍庙里面有一个府城3大名匾2来了这样子的一个名匾啊，那我们就跟我们的主视觉来去做合作，代表说这件事情，我们带着台湾的所有魔幻的元素到了大阪之后，我们欢迎在地世界的读者来到我们的展场，把咱这个来了这3年吼，会当来推广甲日本吼，离原来伊的结合伊的文学吼，甲宗教的这个元素吼，甲掺杂在里面啦吼，原来真感谢啦吼，你这个来了吼，伊有一点仔劝人善恶爱有之分啦，无人工来甲城隍庙头前吼。看到迄个匾啊吼，伊也作恶的人吼，伊也看到迄个匾啊，伊就皮带你。伊也做好的人吼，来看到迄个匾啊吼，伊感觉是一个真亲切的问候啊。吼，伫外国人来讲吼，讲像入门等于像咧say hello， 吼say hello 的含义啊。国立台湾文学馆伫个展出进前嘛，特别到府城隍庙来举办祈福活动，希望展出会用个顺利。包括民政局副局长吴明熙嘛代表市府来出席，对着台文馆甲着府城隍庙首次来合作，将台湾文学甲着视力的文化带上国际的舞台，嘛会用个讲是跨界合作的典范，各界拢乐观其成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